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17章，大卫住伫王宫，伊对先知拿单讲：你看，我住伫品香茶的宫殿，毋过上主的约柜踮伫布边。拿单对大卫讲：你想要安怎就通去做，因为上帝甲你同在。迄暝，上帝话临到拿单讲：你去甲大卫我的仆人讲，上主安尼讲，你毋通去圣殿互我住。对我带以色列人上来遮到现在，我毋捌住伫殿里，拢是对即个布边到迄个布边，对即个会幕到迄个会幕。我甲以色列人同行的时，减捌对倒一个牧养我的子民的士师讲：恁若无甲我去品香茶的殿，当你着甲我的仆人大卫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，我对牧场拣调你，互你无搁饲羊，是要互你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你无论去倒位，我会甲你同在，消灭你面前所有的对敌。我一定互你有名声，亲像世间的伟人遐尼出名。我要为着我的子民以色列准备一个所在，甲因安顿，互因徛起伫家己的所在，无搁受搅扰。无搁亲像早前我命令士师管理我的子民以色列的时代，受凶恶的人欺压。我要互你的对敌拢降服。我搁宣布，我上主要建立你的王朝，到你的岁数满，转去你的祖先遐的时，我要选入你的后代，你的一个囝来续接你。搁要互伊的国稳固，伊要为着我去圣殿，我要坚固伊的王位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伊的爸，伊要做我的囝。我无要互我的挚爱离开伊，像我捌互挚爱离开你前迄个王。我嘛要互伊永远治理我的子民甲我的国。伊的王位会坚固到永远。拿单就照上帝启示的话，拢甲大卫讲。大卫王就入去会幕，坐伫上主的面前，讲：主上帝，我是啥人？我的家算甚物？你竟然带我到即个地位？若安尼，上帝啊，你搁眷顾你奴仆的家的将来。主上帝啊，你款待我，亲像尊贵的人。你真清楚你的奴仆，你互你的奴仆得到的尊贵。我大卫还有甚物话通讲？上主啊，因为你的奴仆的缘故，搁照你的旨意，你有做遮个大事，搁互人知遮个伟大的所做。上主啊，照阮所听见，无一个会当甲你比，你以外无上帝。世间减有一个国，亲像你的子民以色列。上帝，你有救赎因，互因成做你的子民。你做极大搁通惊的事，互你家己得到荣耀，因为你有赶着列邦离开你对埃及解救出来的子民。你互你的人民以色列永远做你家己的子民。上主啊，你搁做因的上帝。上主，你对你的奴仆甲伊一家的应允，愿你照你所讲的实现，互伊永远稳固。愿你的名永远坚固，受尊最大。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以色列的上帝。真正是以色列的上帝，佮你的奴仆大卫的家，要伫你的面前建立。
我诶上帝啊，因为你有启示你诶奴仆，你要建立伊诶王朝，所以你诶奴仆好胆伫你诶面前祈祷。上主，只有你是上帝，你用即个福气应允你诶奴仆。当你欢喜祝福你奴仆诶家，互伊伫你诶面前永远稳固。上主，因为你已经祝福，你会永远得到称赞。